8.8級地震，智利似末日。地震達到黎克特制8.8級，連震央以北320公里嘅首都聖地牙哥都感受到，好多人湧到街上躲避。呢個男人連衫都着唔切。呢場有史以嚟第7大嘅地震，尋日凌晨3點幾喺智利中部發生。震央位於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西南方大約325公里，距離智利第2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只有115公里。地震所引發嘅海嘯預計會影響太平洋沿海國家，估計喺15個鐘頭內到達夏威夷，24小時後仲會去到日本。當地新建大樓都有防震措施，但比較舊嘅房屋抵唔住強震，有教堂鐘樓被震毀，民居入邊由台燈到電視，甚至抽氣扇都冧落嚟。仲有2層停車場倒冧，壓毀50架車，啲車係咁響安，連機場都抵唔住強震，損毀嚴重，無法運作，要即時關閉。地震加上之後20幾次餘震，已經造成最少122人死亡，數以百計失蹤，包括6個台灣人，預計死亡人數會不斷上升。救援人員爭取時間搶救瓦礫中嘅災民。醫院不斷接收傷者，但有部分醫院亦喺地震中震毀。總統巴切萊特宣布，中部3個地區進入災難狀態，話政府已經全力救災。